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詹詠琳。我依家係香港女子成年代表隊同埋現役甲一嘅女子排球員。我而家係做緊老師啦，返工時間係由7:55至到4點嘅，但係返咗1年工啦，其實發現即係都係返8至7咯。帶校隊同埋即係有好多 admin 嘢要做啦，咁所以每日都要返11個鐘，8、6日都要帶隊嘅，即係男女子排球隊都有負責。7日入面可能用咗4、5日咁樣啦，咁仲要近排聯賽開鑼，禮拜1、4、5、6日我都需要夜晚去練波啊，或者有比賽咯。我覺得做老師同打波嘅掛鈎唔係好大嘅，咁所以個壓力唔算太大啦，但係純粹係會有啲攰啦，同埋有少少質疑自己係咪仲要咁努力咁打波咯。因為之前去咗打全職排球，咁所以發現原來唔使工作嘅底下去打波係可以精神狀態好啦，表現又好啲。壓力係嚟自於我之前去完打全職翻嚟，究竟我應唔應該繼續好好利用我啲經驗再繼續打排球？其實有時都唔係好平衡到工作同打波嘅，例如上一個聯賽日咁樣啦，放咗個家長日，咁其實我一定係要去家長日，即係工作為先，然後先至可以再打排球，咁所以有時候都難以平衡嘅。我覺得我最大嘅成就係真係咩比賽都打過咯，同埋我覺得我自己好叻嘅係好勇敢咁踏出亞洲咯。最大嘅困難係去應對外界嘅期望。喺呢個旅途入邊，成日會有好多外界嘅聲音，可能係踩你嘅，可能係吹捧你嘅聲音，可能係讚你嘅聲音，但係呢啲聲音有時都會令到自己好混淆咯。我有一段時間係好抗拒做訪問嘅，因為我覺得做訪問一定係要講好說話，一定要係讚呢個人，一定係要讚自己。但係其實我明明仲有好多未做好嘅地方，呢一啲訪問啊、傳媒啊，會令被訪者會有錯覺，會暫停進步咯。我覺得係一半足夠啦，即係我出去比賽啊，出去做全職運動員呢件事，其實好多聲音翻到嚟都係好支持，或者校長係好支持俾有薪教去打香港隊嘅比賽啦。咁但係呢10年香港隊嘅生涯其實都冇點樣去進步咯，即係喺嗰個體院體系嗰度，我哋雖然係有津貼，即係4000蚊，咁但係其實對於我哋返工嘅人士，其實呢4000蚊話多唔多，話少唔少，我覺得點樣可以做到精英化，先係政府可以幫到我哋嘅事啊。因為其實越嚟越多唔同項目嘅人都會出去打全職啦，證明我哋香港嘅人其實係有能力去應付高水平嘅運動比賽，同埋喺呢個世界度係有得發展。如果我哋可以精英化嘅話，其實我哋都可能會有好成績。咁我希望未來可以見到團隊項目再更加精英化啦，又或者有啲計劃可以運動員去外流啦，然後再集合翻嚟，令到香港隊變得更加強咯。